再来看立委徐卡心，昨日质询着国安局指名徛姓，质疑伫个外交部服务的姓何的外交官，疑似是强谍，搁来点出着相片，要求国安局着爱调查。但是事后发现，互伊点名的外交官，甲伊所讲的强谍，毋是同一人。徐卡心过转工马上来道歉，但是即摆有一位自称是当事人的太太。 破文讲徐卡心咧找伊的电话，要甲施加压力。痛骂这个徐卡心道歉是假的，施加压力是真的。徐卡心承认讲，伊的查证无够彻底，今仔日是出面鞠躬道歉6解，是讲甲脑梗啊甜。伊讲伊会一直道歉到对方满意为止。 如果何太太觉得我的道歉是假的，那我可以对这件事情再道歉一次，道歉到她满意为止。有几个阿雷讲回实的，徐卡心被婚外情的水平，老摆90度鞠躬道歉，都是因为这件代志。另外一个人呢，你们应该要去调查的，叫做何。 点名点姓，点出外交部警官，敢若就是强谍，甚至伫干部点出着相片。质询的是讲到嘴角酸破，事后所发现讲，原来相片中的人，甲家己嘴讲的强谍根本就无共人。一个自称何太太的小何发文章，批评徐卡心伫面册水平以外，佮讲讨姓何外交官的电话，讲是要卡去甲水平。严过何太太认为，这是咧施压甲霸凌，更加明确点出今仔日都被提过。查证的过程当中有所疏漏，本来是想要打个电话告诉这个何先生说我很抱歉，那但是呢却被解读为说我这个是施压跟霸凌，那我想我完全没有这样子的意思。徐卡心承认家己功课做了无详细，伫道歉的过程，佮一直看手机啊，甚至讲到后天，无过的外交官互伊讲做是强谍，伤害已经造成。徐卡心6摆鞠躬悔失的，敢若希望受害者会当谅解。 你好，我是宋彦明。想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紧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